亲爱的兄姐，大家平安！欢迎大家回到永光教会这属灵的大家庭，一起来朝见神。我们请交谊厅的弟兄姐妹请入座。我们用预备心，以感恩的心来预备我们即将来的礼拜。提醒大家，主日礼拜堂内请勿饮食，请把你的手机拿起来，改成震动模式或关机。或者改成飞行模式，谢谢大家的配合。In rehearsal, we were just practicing this song. And again, in my spirit.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今天的一开始，好不好？我想邀请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给你旁边的人一个最美丽的笑容，并且跟他说：“哇，你今天穿得好好看哦！”感谢主，我们永光教会的弟兄姐妹，每一个都是美女跟帅哥，阿们吗？而且不止长相、颜值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帅气，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也都充满着耶稣的爱与温暖。Amen。这时候我邀请我们每一个人从座位中，我们站立起来。我深信在今天我们的聚会里面，圣灵要再一次的来触摸我们，圣灵要再一次的来对我们的生命来说话，他要再一次的来翻转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就透过今天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还有我们对话语的领受，我们敞开我们的心，让圣灵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动工。阿们吗？阿们。我邀请每一个人张开我们的双手，高举我们的双手。在一开始，我们要来邀请圣灵。主圣灵，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渴慕你。圣灵，我们爱你。让我们用一些的时间，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心里面可以来祷告，我们可以用方言来祷告，用悟性来祷告，求圣灵现在这个时刻就降临运行在我们当中，来恩膏我们，来触摸我们，来拥抱我们。哈利路亚，西呀啦啦啦啦，库啊啦啦啦啦啦，西呀啦啦啦，修呀啦啦啦啦，西呀呀啦啦啦啦啦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知道在今天，主，当我们敬拜、我们赞美你的时候，主啊，我们的歌声要冲破天际。主啊，我们要宣告你的得胜、你的喜乐、你的智慧、你的信心，要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啊，这是你赏赐给我们的。主啊，我们就深信，我们要凭着信心大声来宣告的时候，我们必定要活出那丰盛、得胜、有余的生活。
主啊，我们谢谢你，就在今天早晨，主要是你圣灵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拥抱里面，主要我们的心要被恢复，我们的心要被更新，我们的心要被转化。主要一切的困难，一切的挑战，在主你的掌权里面，我们要再一次经历那得胜的神迹奇事。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感谢主，哈利路亚。好吧，在我们敬拜一开始之前，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再一次来告白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阿们。我们转向你旁边的人，跟他说：靠着信心，上帝要赐给我们力量。哈利路亚！让我们带着喜乐，还有我们的热情，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也跟旁边人说，邀请你跟我一起跳舞赞美神。我们带着信心来宣告。除了你在天上有谁？除了你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神的是我的力量，神的是我的力量。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神的是我的力量，神的是我的力量，神的是我的力量，我的部分到永远。神的是我的力量，神的是我的力量，神的是我的力量，我的部分到永远。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大声唱，永远不会改变。神的是我的力量，神的是我的力量，的力量，我的部分到永远。神的是我的力量。
谢主，永光教会是充满活力的教会 ，Amen 吗？所以我们要相信，当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巨人都要倒下，没有任何的仇敌能攻击我们 ，Amen 吗 ？Amen， 让我们带着信心来宣告。一路上虽有荆棘，却看见应许之地。我们呼喊你的爱，迎接最终的胜利。当惧怕包围我心，山野里各的城墙，我要呼喊你的爱，就看见恐惧倒塌，用我一生来歌唱。现在来宣告，巨人都要倒下，大山要挪移，过去一切锁链都被你撕裂，越过风去谎言，我歌唱真理，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情。高举双手，一起来宣告。虽有时黑暗隐藏，愤怒偷走你荣光，征战中仍有盼望，全都因为你的爱，是我一生的诗歌。我们一起用舞蹈来赞美神。都要倒下，大山要挪移，过去一切锁链都被你撕裂，越过风去谎言，我歌唱真理，在你没有不可能的，巨人都要倒下，大山要挪移，过去一切锁链都被你撕裂，越过风去谎言，我歌唱真理，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大声来宣告。没有更高更强的名能伟大过你，耶稣胜过一切，断开锁链，永远掌权主耶稣。没有更高更强的名能伟大过你，耶稣胜过一切，断开锁链，永远掌权主耶稣。没有更高更强的名能伟大过你，耶稣胜过一切，断开锁链，永远掌权主耶稣。我们一起来拍手。巨人都要倒下，大山要挪移，过去一切锁链都被你撕裂，越过恐惧谎言，我歌唱真理，在你没有不可能的，巨人都要倒下，大山要挪移，过去一切锁链都被你撕裂，越过恐惧谎言，我歌唱真理，在你没有。最后一次，大声来宣告。巨人都要倒下，大山要挪移，过去一切锁链都被你撕裂，越过恐惧谎言，我歌唱真理，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情。高举双手。我们再次掌声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告诉你旁边的人，跟他说，你的赞美连巨人都要倒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都是要经历那得胜有余的生命的人，阿们吗？阿们，阿们！感谢主。在今天早晨，我们有受洗，我们拿国要受洗。
感谢主，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的生命当中，我们都能够经历这一刻。当我们确信我们要信靠主耶稣的时候，当我们受洗的那一刻，就是生命开始经历翻转的时刻。 Amen 吗？所以我们再次带着这样的心，再次带着这样的初衷，这样的热情，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再次跟耶稣说：主啊，是的，我愿意将生命献给你。 Amen。 让我们一起来唱。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以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
我们要带着上帝给我们的权柄，也就是那祷告的力量。阿们吗？所以当我们握着这个神给我们的权柄，也就是祷告的能力、祷告的力量，我们就一起来为着我们1月25号街头布道接触的每一个人。我们知道我们接触了1157位，有决志的有267位，这些的灵魂都是神特别拣选的。所以我们深信，当我们跟他们接触，我们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心要被敞开，要被圣灵来触摸。 Amen 吗？ Amen， 好不好？这是我们两个人，我们一起来 RPG， 我们的代求就为着街头布道接触的人来代求。我们可以开始来祷告。
的宣告，上帝要加倍的供应我们。Amen 吗 ？Amen，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转向你旁边的兄姐，跟他说：你今天的敬拜好感动哦。然后我们也尊荣旁边的人，跟他说：请坐。此时，请我们齐声来攻读上帝的话，记载在圣经旧约历代志下17章3到9节。请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他祖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力，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所以耶和华坚定他的国，犹大众人给他进贡，约沙法大有尊荣资财。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并且从犹大除掉一切丘坛和木偶。他作王第3年，就差遣臣子便害以勒、厄巴底、撒加利亚、拿坦叶、米该亚往犹大各城去教训百姓，同着他们有利未人示玛雅、尼探雅、西巴蒂亚、亚撒黑、示米拉莫、约拿丹、亚多尼亚、多比亚、陀巴多尼亚，又有祭司以利沙玛、约兰同着他们。他们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圣经读到这里，愿神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此时，我们请本堂周信荣牧师，他要来主持圣典礼，请。今天我们要举行圣礼典，圣礼典在我们长老教会就是要有成人洗礼，或者是接纳，或者是幼儿洗礼，然后我们就会进入圣餐。那圣餐是表达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跟主耶稣同桌，我们一起来领受从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这饼这杯，表达耶稣在十字架舍了生命，让我们能够透过圣餐再次跟他连结，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时刻。所以我们周报大概都会在1-2个礼拜之前就要报道，让我们弟兄姐妹来做预备。那今天我们有一位成人的洗礼要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应该要用祷告的心来预备，也为他祷告所以这时候牧师要请梁拿果弟兄来到台前来。对，面向牧师，你今天穿的比牧师还帅。对，感谢主这表示你很用心来做预备，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刻，对你的一生来讲是一个转捩点。因为你要将从那属世的国度被耶稣基督迁移到他的国度里面，是本来属地的，如今要迁移到属神国度的，是圣洁的，是有主同在的一个生活，新生命的开始。所以这时候你要来接受洗礼，归入在耶稣基督的名下，所以就来预备。也让牧师透过这个仪式，让你能够更清楚你是要归向耶稣基督的。阿们。好，弟兄姐妹，请我们用这样一个祷告的心来一起参与在这圣礼典的过程。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
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注意听主耶稣基督设立洗礼的教训。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还未升天以前曾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五旬节，彼得传福音时对众人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招来的。所以就像当时彼得叫人悔改，信耶稣基督，奉他的名来受洗一样，今天我也要对你说，你必须要深信，你若真实的悔改，告白你的信仰，奉耶稣的名来受洗，这个圣礼点就要成为你的罪得赦的记号跟印记，又表明你是从圣灵得重生，而与耶稣基督连结在一起的。所以你们要受洗，就要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回答牧师所问的问题，来告白你的信仰。第一，你相信上帝是你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圣灵是你的保惠师吗？我相信。你是否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吗？是。你当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你尽信徒的本分，你愿意如此行吗？我愿意。阿们。OK， 好，这时候我们要请我们的长老来服侍。来，请你到这里来，上来，然后跪下来，对，跪在上面，跪在上面。OK， 跪在上面，再往上一点，对，这样会比较好跪。对对对，好。OK， 好，抬起头。OK， 好，可以。我们用祷告的心来为他祷告。两拿国，我用水为你施洗，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们，阿们。OK， 好，你起来，你回到你的座，回到你位置坐下。哎，在这里还不走？哎，对对对，站在原来的位置。对 ，OK， 好。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全然的成圣，有愿你的灵魂和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弟兄姐妹，请起立。你已经告白你的信仰来受洗，我奉靠教会的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永光小会的权柄，接纳你成为陪参会员，有份于主的宴席及新约的恩典。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慈悲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如此大的恩典，以这个圣礼点来接纳你的儿子进入你的教会。愿你祝福他，恳求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坚固他，以你的恩典赏赐给他，使他连结于基督而得着主的充满，永远在你里面。当遭遇试炼的时候，求你保守他，使他在信仰上打美好的战。愿你的能力扶持他的软弱，保守他安稳在你的爱里，使他一生一世都能够服侍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好，现在我们请牧师跟长老，我们起来握手，来欢迎跟接纳他。OK， 那个欢迎你啊。OK， 好。
请你向后转。好，来，你到这边来，好像你要主持圣餐。OK， 好。如果你要站在那里，你要读神学院，然后要献身，然后经过大概8年，然后封立照牧师就可以了。有机会。好，来啊 ，OK， 这是你的成人洗礼的证书，好，那这是教会送给你的圣经 ，OK， 好，拿过来，我们永光教会是他的同学他的同学介绍他来到永光教会。你同学今天有来吗？他没空，他去那个原来的那个教会他的同学带他来的时候，他的同学还没有洗礼，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但是他就介绍带他来到这里那他的同学在去年12月受洗了，那拿果在今年2月1号受洗，你差他一点点而已。对，所以这个恩典是大的对，而且在我们永光教会有培育学校，那有小组就可以陪伴你，很快的让这个信仰很踏实的。他是一个很会问问题的人所以你们就要预备好如果圣经不熟的，赶快回去读对，感谢主来我们的小组要送他礼物OK。哇，期待可以更多的手可以拿，对不对？好，那我们请我们的小会员出来，我们拿过你到这里来，你在我旁边我们要一起照相，来，好，我们站这里可以，可以，好 ，OK， 好，可以吗？好，感谢主。好 ，OK， 好，请回坐。这时候我们要来举行圣餐，请弟兄姐妹预备心，我们要跟主同桌。欢迎还归属耶稣基督、受洗成为基督徒的今天到这里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到主的面前，跟主同桌，来领受这救恩之杯。保罗说：“我曾从主所领受，而今天传给你们的，就是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又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以此来纪念我。”然后他也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新约，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以此来纪念我。”所以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基督的死，直到他再来的日子。愿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与我们众人同在。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学耶稣的样式，我们要为这饼、这杯，也要为我们自己，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宇宙万物的真神，我们谢谢你，借着创造宇宙万物，让我们可以用五官去体验你创造的美妙。即便是四季的变化，即便是一草一木一花，总让我们可以体会那生命力的无限，就是从你而来。感谢你，因为我们人的有限，但是透过你的创造跟我们在生命当中的体会，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爱我们。也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牺牲了性命，为了就是要救拔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而今天我们更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
再一次透过圣餐与你连结，并且再次感谢你的救恩，也谢谢你引导我们到如今更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我们为这饼这杯求你圣化，也借着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愿你大能的圣手做医治、安慰、扶持的工作，好让我们能够在这其中经历你的医治、你的安慰、你的扶持。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这时候我们要请我们的长老来服侍。如果这是你第一次第一次领受圣餐愿上帝给你的感动，你都能够深刻的牢记在你的心。凡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的弟兄姐妹都可以参与在我们今天的圣餐。我们是属神的，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我们是他的肢体，让我们连结在他里面，更能够去经历这位神。他是丰盛的，是慈爱的，他也是公义，更是怜悯的神。今天我们既然与他同桌，就愿耶稣基督与我们的同在，让我们更深的去体会，并且向他求，把我们的重担卸在他的面前，也让我们更明白，我们靠着他，生命是更可以丰盛的，生命更有能力，更有喜乐，在神跟人的面前活出那美好来。还有人还没拿到吗？首先，我们把白透明的薄膜把它撕开，我们可以拿到这圆圆的饼。请大家拿起来，让牧师看到我们都有拿到了哈，感谢主。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破碎的。”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我所破碎的。我们每逢吃的时候，当以此来纪念他。我们一起来领受。接下来，我们把蓝色的薄膜也慢慢的撕开。这杯是新约，是以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我们每逢喝的时候，当以此来纪念他。我们一起来领受。
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基督的死，直到主再来，我们就可以跟他面对面。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透过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你已经成就了救赎的功劳，如今我们在你里面可以享受一切。主啊，让我们的眼睛专注于你，不被世界所引诱，以至于我们离弃了真道。求你保守我们，并让我们把这美好的信仰可以好好的传承下去，更让我们永光教会更有信心向人传福音，让这社会因为你的救恩，因为你的福音得以洁净，并且脱离黑暗的权势。主啊，我们也把我们所居住的台湾恭敬仰望你手中。主啊，让那正直、公义、和平、蒙喜悦的心，都在我们所有的执政人员以及党政所有的这些权柄人物的身上，让他们有主你的公义在他们的心里，也让我们的台湾这个国家愿蒙你祝福，也成为世界的祝福。谢谢你为我们的乡土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把最棒的就是福音给我们，已经有150多年了，让我们更深更乐意的把福音传出去。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感谢主，今天让我们在这里刚才拿果说，怎么只有我一个人？我们说，你就是 VIP， 我们很少只有一个人，很少很少很少可能是12月圣诞节接近圣诞节比较多就在把握那个时间但是一个新的年的开始，我们也感谢主，依然有拿果愿意这样的来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牧师也要祝福带领拿果来的他的同学，你跟你的同学打电话告诉他说，永光教会周牧师也祝福他，因为他在乎你的灵魂，神也在乎他的灵魂。阿们。好，也祝福他的家。对，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能够有美好的时间来敬拜他。那今天我们要透过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神的话语。我们在整个教会的读经的进度当中因为是一个新的年开始了，已经进入2月了所以如果我们去年有落掉的没关系，我们可以今年开始，好不好？你跟隔壁说我们继续读经计划跟手抄圣经来，我们继续读经计划跟手抄圣经。对，这是神给我们最美的一个祝福那我也看见有一些小组就彼此的互相的砥砺，对不对？在小组聚会前半个小时说提早来，赶快这个礼拜还没抄完的就赶快一起来抄这很棒好不好？还没读完的赶快一起来读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继续的进度。那最棒的是什么？如果你有参加我们的晨祷礼拜2到礼拜5的晨祷，我们在晨祷之前大概5分钟就会播放当天的读经的进度的这个的影片当然我们就可以都是顺着读哇，这样就很快的都把这个进度可以赶上，而且在清早的时候可以马上的亲近神，跟弟兄姐妹在这里敬拜真的太好了。牧师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如果你都有参加晨祷的话，你的歌声会越来越好听的。为什么？每天早上6点半就开始在唱歌啦，不是吗？对啊，哇！所以我发现说，这些有来晨祷的，他们的歌喉越来越棒
不用去唱卡拉 OK， 要可以的话，跟朋友一起去可以，但是到教会来唱是个更棒的祝福。阿们啊！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哈。还没好吗？我引言已经讲完了。OK， 好，那没关系。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感谢主哦，让我们弟兄姐妹有回应我们教会这样街头布道的一个信心跟勇气。那我发现上个礼拜牧师出去就又用行军祷告跟观察的方式来看我们弟兄姐妹出去在整个的传福音的这件事情上的情况是什么？我非常的感动我说我真的非常的感恩，也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激动，因为我们永光教会，我们做这件事情，我相信是神极大极大的祝福。所以你看，我们第六次，我们这次有把这些年长者没有办法出去的，我们集结在那边大概有20位。那潘牧师带大家一起，大概有半个小时的祷告。那祷告的成果，你知道，就从我们的布道的结果数字就可以看见。我们上个礼拜大概就是还没好吗？176人，178人来报名参加，对不对？那我们出去接触有1167人。57人哦，你用手语告诉我是吗 ？OK， 好，然后决志的有267人267对那1157人对这是我们接触的好，那你看这个数字是超过我们过去5次的一个结果。我们这次出去的176人，不是过去不是最多的，反而是比较少的人数哦。但是我们接触的人数都比以前还多，并且有参与决志的这个祷告结束的是267人，是超乎我们过去。我们上次最高的决志的人数是200多人，好像09人。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比例上来讲，我们这次我们进步了很多。为什么？我相信除了我们越来越有经验以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背后还有一些这些长者在背后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感谢主，祷告。所以牧师常常说，我们没有做那没经过祷告的事情，对不对？那从这件事情，我们更确信这件事情了所以感谢主，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所做的。我们要把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上帝，好不好？我们用掌声来回应，感谢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确信的。OK， 好，那OK 吗？真的都没有吗？好，有了，感谢主。好，没关系，我们就来我们要开始了不管他了没有看到我看实体就好怎么会是这样子呢？是要重新开机吗？好，那从上个礼拜我们都有回来的时候，我们都有习惯来回报这一些，对不对？那你知道吗？我们出去的每一组都有他们的经验的，可以有特别的传承。这个部分我们教会都有把它记录起来，盼望能够后来这一些的布道的方式的策略，或者技巧，或者诀窍，都可以
彼此的来运用，那让我们教会更累积更多的这样的街头布道的经验。我相信不只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更有勇气出去传福音，也可以让这一些也愿意说鼓励弟兄姐妹去传福音的街头布道的这些教会，让他们有可以这些的可以学习。我相信这是神国度的事情，我们盼望也能够有这样的分赐的机会。所以愿神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所做的一切，无不是就是要让神喜悦。阿们。你跟隔壁说，我们街头布道，神一定喜悦的。来，阿们。所以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哈。OK， 好。那不管怎么样，这是我好，那不用这样周传道好像你比较聪明，所以拿那个很好。感谢主，还好牧师真的有写讲道篇哦。这是我们好像我们第一次是这样的情况哦。OK， 好，可以，好，可以，没问题。好，我们读了历代志下，在这个礼拜哈，那历代志下很特别，历代志下好像是在复制了撒母耳记跟列王记，他们其实都在述说整个以色列历史整个的过程，人物跟事件几乎都有一些是重复的，但是很特别，历代志下他用不同的角度来陈述同样的事件都跟过程，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哈。所以透过这样子，让我们对整个这个以色列的历史，或者是说神的历史，让我们更能够去体会，哇，这位神他在整个历史当中他是主宰者，并且他按着他的心意在带领这以色列成为我们历代历史的基督徒或者教会或者国家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哈。所以我们看历代志的时候，我们发现第1章到第9章一直在述说的这个是家谱的事情，就追溯到亚当的历史里面啊。这在新约四福音我们也有看到，对不对？但是每一个在述说或记录这个家谱的历史，它的用意不太一样。在新约我们看见，而在旧约我们从这里也可以来了解说，让我们明白原来在历代志里面以大卫为中心来述说整个以色列历史，其实要告诉我们神的拣选在这其中，让我们更明白哈。所以我们看整个历代志下，大概有一半的这个篇幅在记录大卫他的一生，他有功，他有过，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即便他是有软弱的地方，但是我们看见，当他回转向神，神就喜悦他。但是该惩罚还是要惩罚，对不对？但是更棒的是，神也透过这样叫我们明白，以神为中心的人或百姓或国家，必然是蒙神上帝祝福的。所以我们看在整个历代志的这个过程里面，更让我们也看见了好像也特别的记述了整个圣殿的服事的这样的一个安排。意思就是说，在整个历代志下，很清楚的交代，在圣殿里面这些利未人，他们按着他们的族群怎么样的安排，有的人是负责管理大门的，有的人是负责圣品的，有的人是负责哪一个区块哪一个区块，包括所有的都清清楚楚的在详列这一些。而
这一些为什么要如此的写得清楚？很特别，是不是表示说，在神的眼光非常的看重这服事的人？阿们。就像我们教会也是一样，好啊，所有的我们的铁三角，我们的服事的单位的人员的安排，我们都会清楚的详述起来。包括我们的周报，你也可以看见下个礼拜我们的服事，这个礼拜我们的服事这些的人员，你以为写这样就好像只是交代吗？不，这个是要告诉我们，这是神给我们的特权，神给我们的使命，神给我们的荣耀。当我们如此服事的时候，我也相信在神国里面，你的生命册一定有记载这一些。那棒不棒？那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在历代志下，好像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目的告诉我们，神兴起大卫，让他以耶路撒冷为首都，来建立他的国度。神大大的扩张他的影响力，但是更重要的，人民所向往的中心是啥？是哪里？是神的殿，是敬拜的地方。这是不可磨灭的一件事情，因为朝代会过，对不对？历史往前走的时候，朝代都会过，但是信仰的核心价值意义都永远长存。这是我们从历代志里面读的时候，可以让我们清楚看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感谢主，如果以这样的一个观点来看，我们就会晓得说，对，你我的生活重心在哪里？你的生活重心在哪里？是在你的家？是在你的工作？是在你的学校吗？不，如果从历代志，从圣经，我们好好的来思考，你的生活的重心应该是教会。阿们。这是很特别啊，这是很特别啊。所以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哦。现在已经好了是吗？是的。OK， 那怎么办？我要从头再讲。好，没关系，我们来看几张的相片好了，上个礼拜的哈。OK， 好。我们整装待发，有没有？这个要去哪里？4号公园，对不对？要过马路哈。哇，你看我们的人员就是挺胸往前走，因为我们要把福音传给别人哈。在路上就有这样的开始了跑不掉的哈。这个被我们遇见的都是神为我们安排的路人，所以很快的我们可以看见这些路人既然愿意跟我们拍照，表示什么？他觉得我们是和蔼可亲的，对不对？愿意跟我们谈愿意让我们能够把福音传述给他，我觉得这是很棒。所以传福音不分年龄的包括我们的小朋友，我们都上街头去了哈。对家庭来讲，他们在公园里面也许休闲玩耍打球，我们就有这样的机会跟他们接触哈，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哈。每一张相片都看到我们的用心，每一张相片都看到我们的笑容，每一张相片都可以看到天使在背后跟我们鼓掌，给我们打气这都是我们上个礼拜所看到的哈。来杯油崩不，我把最好的福音给你哈。哇，它前面有很多的花生，对不对？那是次要的，因为福音比花生还重要。哇，这些帽子衣服怎么样对，老板很忙吗？没关系，他要有福音，他就可以得大福。阿们，对不对？哇，所以你看我们这些同工出去，你我出去，我们都是凭着信心勇敢的这样上街头发送祝福，这是我们可以给我们的我们的路人的，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的好 OK。好，所以我们给他们是宣告神的恩典要降临在他们身上虽然他们很忙，但是我们也把握，很有勇气真的是很有勇气，大家都这样勇敢的而且让他们专注。你看他们也会好奇我们手上拿的是什么，对不对？这也有一个好处，让他们知道说很快的就结束了对不对？很快的，我们把握时间。哇，你看我们的小朋友
也用我们的这个钥匙圈来做传福音哈你看他们从小就这样被操练，那将来不得了，对不对？将来不得了。牧师小时候也是被操练的哈，清明节都要到蒙阿波去传福音，真的哦。每年清明节我们教会就是去蒙阿波传福音，对小时候就是这样被操练起来哈。感谢主哈我们的同工都带了一个非常棒的喜乐的笑容我们当然这是最好的一个见证哈。感谢主所以我们的这个数字就在这里哈。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主，好不好？牧师有特别的感动，你知道吗？我们上礼拜的这个行动在你的生命册上一定有记载，你相信吗？你相信吗？相信哈。你跟隔壁说，生命册有记载你的街头布道来。对，这是我们集体出去的时候，我们相信这是神最喜爱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哈。所以让我们能够更看见这一切OK， 可以转回来看牧师今天有没有帅一点感谢主哈。OK， 我已经讲到哪里了呢？赶快过去哈。好。那好，就大家这样看过就可以了哈，我就可以结束了哈。好，约沙法为什么蒙上帝祝福？其实最重要的关键，神给他这样一个王的权柄，他执行了就是一个宗教的改革。因为当时候他发现整个北以色列跟南犹大许多的百姓都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忘了他们的祖先之所以可以来这里建立国家，是因为神把他们成为为奴430年以后，从埃及就把他们出来。他们忘了他们在西乃山他们的祖先跟耶和华上帝所立定的约，他们忘了。他们随着世俗的这些周遭的人迦南人去拜偶像，他们觉得这光很新鲜的事情，哇，很好玩的，哇，很可以纵欲的。但是他们忘了，因为这样子他们的国家进入在败坏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这样一个信仰是要世世代代传承的。在整个旧约里面看见整个以色列人就是这样背逆了神，被神惩罚，在哀哭里面就主啊救我，有没有？主啊救我，神就把他们以后，他们又享受了一段时间的太平，然后就渐渐的又忘了。为什么渐渐的？因为没有传承下去，没有传承下去。所以我们看约沙法，他的父亲亚撒本来也是非常的让神喜悦的国王，但是到晚年的时候，他也一样背离了神所以在约沙法开始做王来治理国家的时候，他的国家是低落的，是常有不安的。这是我们从历史里面看见的。然而我们看见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第3节，因为他行他主大卫初行的道，不寻求巴力。这有两件背后的背景在这里他说他行他大卫初行的道，表示什么？大卫后来也有犯罪，对不对？那就不应该学习对不对？但是大卫可以学习吗？可以的。他之前他怎么样的合神心意，这是我们历史看见明白的，这是神称赞他并且祝福他的一个关键但是我们看不寻求巴力，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这个神明巴力呢？因为当时候就在约沙法的时代，他是在南国犹大当王，北国以色列呢就是亚哈王他娶了波斯人，这个叫做耶洗别的，他大力鼓吹巴力的神明，哇，说花了很多钱
然后建立许多巴力的庙宇，让北以色列人来遵行，给他们利益诱惑他们来背离耶和华神，来拜巴力哈。所以让整个国家北以色列都陷入到神所看为不悦的是背逆神的，是拜偶像的哈。所以在整个北以色列跟南犹大，我们看见北以色列圣经记载的这些王没有一个好王，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哈。对，都是背逆神的。然后南犹大我们看见有几位王是神所喜悦的亚撒起初很棒，他的儿子约沙法就是始终如一的这样一个信仰，神就大大的祝福他。所以圣经就说他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北以色列人的这些的行为，这就分别出来了哈。所以我们感谢主，因为他的父亲当时候听从了先知亚撒利亚的劝勉他告诉亚撒利亚先知的意象，就告诉王亚撒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如果你们不顺从他，他就离弃你们，你们就会陷入到一个国难当中。真的亚撒就遵行了先知所提醒的所以圣经就记载，我们也有读过这个手抄的经文的导读的这一段嘛亚撒行耶和华他神眼中为善为正的事。那我们就看见父亲有这样的美好的信仰，约沙法他就遵行了他父亲的，所以这是神与约沙法同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是我们这里可以看见的。所以我们的信仰应该要好好传承下去阿们。你跟隔壁说这句话来，信仰的基因要代代相传来。对，结果呢，因为约沙法这样的持守他的信仰圣经就告诉我们，所以耶和华坚定他的国，犹大众人就给他进贡，约沙法大有尊荣跟资财呢。阿们。哇，这是我们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神的祝福在这其上所以感谢主那卡内基我们都卡内基我们都知道他年幼的时候好像要肚子饿了你们在睡觉你们反应太慢了是不是有点要睡觉的感觉？所以我讲错话都反应太慢了我这样讲可以吗？他小时候是很胆小那有一次他母亲要他挖一个洞要种树然后他挖洞完以后母亲就找不到人，奇怪怎么找不到卡内基在哪里，只看到卡拉基哇！后来才发现他在那个坑洞里面看孩子在那里怎么在哭一直哭一直哭母亲就你怎么了？叫你挖一个洞就这样子哭了，到底是什么呀？卡内基说：妈，我一想到以后我老的时候也要挖一个洞埋在这里我就害怕起来了你有没有这样害怕过？有没有？然后他年少的时候走在路上都很害怕，为什么？因为他害怕会有雷电，然后会把他打死。这是卡内基他成长的过程但是当他到成年的时候，他说他认识了上帝，他更领受到这位上帝圣灵来更新他所以后来呢，他就有这样子非常清楚的来表达说，对，因为圣灵像阳光般的来照耀他，所以让他知道说，对，他心里就不再害怕。很特别很特别那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经历，其实我们也可以好好的来思考，
如果在你的信仰里面，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体会到这一份信仰对你的一个影响带出的那正面的，是一个阳光的，是一个喜乐的话，那这份信仰也许我们还要再打个问号。好，因为精神科的作家史考特他就这样来说，他说啊，人类失败的原因就是在于他在属灵的无知跟懒惰，在属灵的无知跟懒惰里面，即便有信心啊，他说倘若懒惰也只会失败。这句话好像也提醒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怎么停止聚会以至于习惯。当我们习惯以后啊，会有怎么样的情况呢？就会懒惰下来了，而这份信仰对我们来讲就没有什么样极大的帮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信仰要坚定，是一定要有经历过，好，我们一起来说，来，坚定的信仰是经历得来的，来，坚定的信仰是经历得来的。对，这是我们必须要来了解的。所以在信仰上，你不要只放在头脑的认知里面，你要去经历它，真的去经历到这位神，那你才能够说得出来，你所信的这位神对你的生命跟你的关系是如何。所以愿神帮助我们。那我们看约沙法，圣经继续记载，他很高兴遵行神的道，并且从犹大除掉一切的邱坛跟木偶，这是他做宗教改革非常彻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若不是看到我们的后辈他们真的活出基督信仰的话，那成为他们的父母的，或者成为他们属灵的父母的你我们都不断的要再三的叮咛他们，让他们能够自己去经历。因为我们说这个信仰是关系，那这个关系如果他只是建立在因为你的关系才来教会的话，那他还没经历到这位信仰。直到他自己真的经历了这一位上帝，这个信仰对他有怎么样的一个帮助，那我相信当他来的时候，他的礼拜的态度就不一样。他不会一直在那里按手机，不会一直在那里想他自己的，不，因为他知道这份信仰跟他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跟他的未来是不可没有这份信仰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让我们更明白。许多人会问说，牧师，你的孩子他们献身服侍神，是你逼他们的吗？是你要求他们的吗？不，我非常清楚，这不是要求来的。若不是因为我自己本身非常清楚知道神选召我的经历，成为我被呼召的故事的话，那可能我早就打退堂鼓了。就是因为我非常清楚是神呼召我，让我能够一生服侍他，所以我仍然的可以在这道上来继续走，即便再大的压力，再大的挑战，我都知道不靠我自己，因为那呼召我的不是就在我背后吗？我可以挺着腰，因为我知道他在背后扶持我，他在我的右边，他帮扶我，需要的时候他在我的前面为我挡箭牌，成为我的挡箭牌。这是你我们可以要确信这份信仰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看见很特别的约沙法，他做王3年，这样记载他就差遣他的臣子，要他们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城去教训百姓。为什么他做王第3年呢？原来在历史里面我们看见他前2年跟他的父亲同样一起来执政来管理，但是第3年开始他就自己独当一面喽。你看他做的这件事情非常的特别，
圣经非常清楚记载这一些他所差遣的这一群人呐，这个团队里面有5个是他的臣子，然后呢有9个是利未人，2位是祭司。很特别臣子是什么？是让他们有王的权柄，知道去到哪里，所有的这些官长都要顺服。而利未人是什么？是在预备、教导然后预备所有的敬拜，然后呢，祭司呢，当然是带领这些百姓来敬奉敬拜神的。你看这个团队这样所带出的一个果效，哇！这位约沙法王真的是超级的有智慧，并且他所做的真的是合神心意的哈。所以他就是在执行一项，就是整个灵性跟道德上的一个革新，这对整个举国来讲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啊！所以愿神给我们能够来了解，你我一样，教会跟家庭都一样。保罗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12章2节。是的，这就是我们所可以看见的。所以如果我们要遵行真理，当然我们就必须要用心来学习，我们用心学习懂了，我们才能够把它实践出来。这是你我到教会里面来，这是非常重要的目的。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我们就是走在神的道上。所以牧师今天的题目叫什么？遵行真理就是王道，这就是神所喜悦的道路。当然我们遵行这真理，神的话语就是走在神的道上，这是理所当然的哈。所以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哈。汤姆赖特他有说这样一段的话哈，他说我们在这里的理由是为了能够成为能反映神与生俱来的形象之真正的人。意思就是说，神在创造的时候就把他的形象跟样式都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在敬拜的目的就是透过敬拜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恢复把神给我们的形象跟样式能够恢复回来。也许我们只有一点点，但是没关系的，我们更多的敬拜，更多的服侍他，更多的来传福音，就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来成就神在创造你我的时候就已经给我们的他的形象跟样式。那是荣耀的，那是有权柄的，那是从神而来得到诸般的智慧能力的，这是你我可以的所以他说透过敬拜，我们可以培养出受智慧与服侍精神磨练品格的人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简单的来说就是什么？敬拜就是把我们形塑成为具有神形象的一个途径。阿们。是越来越有神的形象跟样式的。阿们。所以我们礼拜的目的非常的清楚，日日更新而变化，这是从神的话语在敬拜跟赞美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一起领受的哈。所以每次的敬拜都是生命的更新。阿们。跟隔壁说这句话来，每次的敬拜都是生命的更新。对的每次的敬拜都是生命的更新的。所以我们看，如果我们继续读了这个历代志下17章、18章、19章、20章，你就会看见继续的这样一个故事严格下去哈。所以我们今天读的17章就是约沙法有计划性的做全犹大国的这样一个灵性的改革。然后19章他提到的他在政治上的改革好，然后呢，接下来有一件事情，极大的事情发生，因为他先前有这样的一个革新以后呢，你看以摩押为首的这些东疆的诸王他们举办了一个他们联合起来要攻打犹大国。好，所以他们
以色列的上面是约旦河，对不对？加利利海、约旦河下来是什么？比较大的死海，对不对？那他们就是在那个摩押国跟其他的诸国就在东边哦，他们往南下，然后往西，然后再往北要来攻犹大国。好，那很特别。约沙法听见这些事情了，他马上跪下来祷告主，跟神主啊，你是我们的神，你保守我们到现在。我们现在你看有好几个国家，4、5个国家要来攻打我们，主啊，求你救我们，主啊，求你救我们。所以呢，他就一心的寻求神，然后并向他的百姓来宣告哦，他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哇，他如此的宣告以后啊，他们就设立了这样一个应战的一个队伍。这个队伍很特别，他就把我们的诗班啊，我们在礼拜6晚上7点半有诗班哦，哇，在练哈，你们还没来参加的要赶快来参加哈。他们是尖兵部队，哇，约沙法就把他们的诗班呢放在阵头最前面，好，他们就高兴的大声的赞美神。来到沙场上，他们大声的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当他们到与敌人对交的时候，神就派出虎兵来哦，就击杀这些敌军哦。你知道吗？圣经怎么记载？神的方法超乎我们想象。不是有3、4个国家联合吗？他们彼此就这样怀疑，就彼此攻击。那圣经记载啊，他们彼此攻击以后，犹大王约沙法王他们的军队去到战场的时候，诗班在前面，对不对？就敬拜赞美，一直敬拜赞美，上面就攻啊杀，攻啊杀。然后最后他们去到那里，圣经记载，敌军连一个也不留，所有的敌军都死在沙场上。而圣经也记载，哇！他们就搜刮这些敌军所带出来的物资啊，搜刮几天才结束？3天。如果说他们派出去的是1万的阿兵哥去，1万的阿兵哥要收这一些物资，3天才收完，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在旧约里面，这些真的是神迹奇事，超乎我们想象。所以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明白，对。我们遵行神的真理就是王道，阿们。对，当我们敬拜他祷告读圣经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你所祷告的一点能力都没有，不，你不要以为你的敬拜一点能力都没有，不，那属灵的作为一定不在我们的肉眼看得见，但是神早就运行为握在这其中。总叫我们得胜有余，阿们。所以你越艰难越要怎么样？用心祷告寻求，对不对？越苦闷就要怎么样？越放声的来敬拜他，阿们。这是牧师的经验，我告诉各位，真的是这样。最苦的时候，你就去到没人的地方，大声的赞美神，对不对？跟神哭诉，流着好多的满脸的眼泪。又怎么样？对，那神就为我们开路，很特别，真的是这位神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内里的诗班放在最前头。当我们敬拜祷告的时候，我们必然是得胜有余的，这是我们所经历的。感谢主，你跟隔壁宣告说，我们祈求神就出手来。阿们。愿神让我们从今天能够更体会到神的话语是何等重要哈！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来京剧来。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诗篇86篇11节，再次来。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诗篇86篇11节。OK， 好，
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我们要唱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话语。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唱，来。信心宣告未来，赞美神就同在，盼望大千时代，赞美神就同在，把眼光收拾起来，领教耶稣的爱，对人人充满胸怀，看看生命光彩，只要赞美，再赞美，天堂就为我开。只要相信，再相信，道路就铺起来。哦，赞美，赞美，再赞美，天堂的门就打开。哦，相信，相信，再相信，道路就铺起来。哈利路亚！用喜乐的心，我们一起来敬拜他。以信心宣告未来，赞美神就同在，以盼望大千时代，赞美神就同在，把眼光收拾起来，领教耶稣的爱，以赞美充满胸怀，绽放生命光彩。只要赞美，再赞美，天堂就为我开。只要相信，再相信，道路就铺起来。哦，赞美，赞美，再赞美，天堂的门就打开。哦，相信，相信，再相信，道路就铺起来。脚掌动动节拍，双脚左右摇摆，双手微微张开，下巴频频示爱，手掌搭上鼓拍，心情飞扬起来，公开心态离开，全人献上敬拜，脚掌动动节拍。双脚左右摇摆，双手微微张开，下巴频频示爱，手掌搭上鼓拍，心情飞扬起来，公开心态离开，全人献上敬拜。只要赞美，再赞美，天堂就为我开。只要相信，再相信，道路就铺起来。哦，赞美，赞美，再赞美，天堂的门就打开。哦，相信，相信，再相信，道路就铺起来。哦，相信，相信，再相信，道路就铺起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等一下报告的时候，我们就少了一样可以不必报告，因为今天潘牧师去中港教会服侍哈，但是他已经回来了，感谢主哈，所以我把他拉上来，让他参与在我们的喜乐的舞蹈里面。感谢主，大家请坐。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也是信心的行动。请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我们来预备奉献。
开始奉献。世人作见，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生命触摸，重新的灵，报答主恩，真心所愿，甘心乐意，热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恩典为神归于你。世人作见，会众请起立。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生命触摸，重新的灵，报答主恩，真心所愿，甘心乐意，放弃权利，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恩典为神归于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分别为神归于你。会众请坐。事工分享，我们请潘牧师分享事工。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看到弟兄姐妹都回到教会来。我们在2026见证而乐，对不对？是，所以礼拜天呢，我们回到圣殿来敬拜，这是神所喜悦的。凡是他的儿女回来敬拜的，都蒙主赏赐的一个大的福气哈。好，所以你跟旁边的你跟他说，跟你一起敬拜是我的福气。哈利路亚，这是我们的宣告。我们来导读我们今天的经文，来请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他主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力。历代志下17章3节，是我们看见神让我们能够真的，我们也要常常祷告，为我们的领袖祷告，让我们的领袖也守在耶和华的真理道路上。阿们。我们的国家就有平安哈。那国信奉耶和华的那国是平安的，是，所以我们一定要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心，每一天都为我们的国家祷告。好，接下来，这是我们上个礼拜去街头布道，我们总共接触了1157个人，决志有267个人。那这一些人呢，我们接触过决志之后呢，我们要继续做什么？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在灵里不断的被神打动。然后呢，有一天他们就来到教会，好，所以呢，这是我们后续要继续为他们祷告，不要因为我们没有祷告了，这些人就这样消失了。所以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继续在小组里边，组长带着我们的弟兄姐妹，持续为这一些所接触的人来祷告。好，接着感谢主，豆豆牧区呢，昨天呢去碧潭游玩哈。是，所以呢，虽然下着毛毛雨，但是他们还是玩得非常的火热哈。感谢主，还有6位 pastor， 所以呢，用各样的方式，就是要把福音传出去哈。好，接下来，好，那今天圣餐受洗，所以我们也恭喜拿国受洗了，对不对？你现在是基督徒了，感谢主哈，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呀。这一次只有他一个人，对不对？昨天晚上只要真理班就1 by 1，所以呢，他跟牧师提了很多的问题，是，所以昨天真理班光他一个人就用了牧师2个半小时。
还有他的小组长豆豆，从头陪到尾哦。早上带牧区的弟兄姐妹去碧潭玩回来，然后下午他就留着，然后呢就等着拿国，然后要纪要真理班，他就坐在旁边。我跟他说：“你很累了，区长你可以稍微打瞌睡没关系。”但是呢，我们就看到我们同工就是这么爱我们的组员家人哈，是。感谢主呢，拿果呢，他在他的心里面，他也深信这一位神成为他的救主。他现在接下来就是要为他的父母亲也可以得救来祷告哈。我们也常常来为拿果他的信心坚固他哈。好，感谢主。好，再来下个礼拜是10点的联合礼拜，还有我们的定期合会。许多可能刚出来永光教会的比较不太清楚，我们的合会呢，就是所有入会籍的弟兄姐妹，一年在年初的时候，我们都会把去年2025年的事工，我们会做一次的回顾，然后了解我们在一年里面神赐福我们什么，我们要用感恩的态度，然后呢，继续在新的一年要有新的目标。这才是能够把教会带向属神心意的一个教会哈。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下个礼拜我们会合并来祷告，所以是跟旁边的人说10点礼拜。好，接下来好，那下个礼拜呢，我们联合礼拜，那特别呢，我们邀请到在美国的圣地亚哥的一位牧师叫陈金在牧师。他是圣地亚哥的基督教会的创会牧师，也是主任牧师。下个礼拜他特别要来到我们永光教会来分享神的道。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牧师哈，所以呢他可能在下个礼拜会回到台湾。那去年呢，牧师到美国的时候呢，在圣地亚哥就有参加他们教会的聚会。他们的教会你知道吗？讲台语。然后呢，他们的教会，他们的圣歌队是什么？是歌戏。歌仔戏，我还第一次看到教会竟然圣歌队就歌仔戏在那边开始唱，我觉得很新奇哈。而且他们的歌仔戏呢，就是我们非常道地的台湾的歌仔戏，然后有长者都参加了歌仔戏啊，太特别了。那不晓得这一次陈金在牧师他是不是用歌仔戏唱？然而陈金在牧师呢91岁，91岁哦，你们下个礼拜一定要来。你呢，看你精神好还是他精神好？哇，91岁，我真的很佩服哈！美国、台湾这样跑来跑去，然后他来到台湾是，所以为他祷告哦，为他祷告。他跟师母都会一起到哈，陈金在。好，再接下来，好，那我们呢3月份就有幸福小组了，对不对？那我们幸福小组今年开始呢，又有一个新的升级哦，就是我们要用启发课程，然后这个启发课程就是看影片，然后呢开始讨论。用这一套办的很多的教会都得到很好的口碑的一个回应，所以呢，我们的幸福小组也决定今年在桌游的今年进入第3年，我们就也升级一下，用这个3.0的启发课程。所以呢，在上午呢，礼拜六2月7号，接下来的礼拜六的上午9点半是师资团要先来参加，师资团哈。那我们的干事有通知你的，那你那个早上就要来哈，不是每个小组长哈，是师资团队再来接受这个训练会。好，那下午呢？好，接着下午是我们所有的铁三角加领袖。领袖是什么呢？你可能是在乐团服侍，然后但是你是必须要是培育学校毕业的。然后才在这个领袖训练的行列当中，所以呢，早上是师资团队，下午1点半换我们所有的铁三角加领袖的训练哈。好，所以呢，你有受到邀请的，然后所有的铁三角都要参加哈。那领袖的这个部分他可能不是铁三角，但是他是某一个单位的一个首长，那牧师呢就会特别的邀请他也要来接受训练，这样他才知道怎么样去带他的团队哈。好，所以下午1点半开始哈。那我们等一下呢，我们培
培育课程分支的同工呢，我们等一下稍微留下来，牧师要跟你们谈一下，我们怎么样分享你自己预备的那个课程哈。好，所以我们下个礼拜整个的铁三角的训练，不仅是幸福小组3.0版，还有我们里面有很多的牧养的技巧，甚至我们在这个里面也会做我们铁三角底下灵性的深度检测。好，我们的铁三角，所以这一次呢，铁三角的训练，牧师会为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评估检测，你自己在了解一下你自己现在的属灵的状态是在什么样的情况里边能够帮助我们在牧养的时候，你不是带着枯竭疲惫的心来牧养，而是充满了神的恩膏来牧养哈。好，所以呢，我们这一次一定把你的时间给拨出来哈。我们之后就没有补课的动作哈，因为大家的时间都非常的宝贵。好，接下来，等一下我们要召开小会，请我们的长老呢留下哈。好，接着。好，那我们的培育学校开始了哈，永光的学校开始了。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进入培育学校的，赶快来报名哦，生命更新营。好，接着，好，那信仰奖励金的文件今天要缴交结束哈。好，等一下那个委员要来审核。接着，好，那过年永光教会都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大扫除是，所以呢，我们在2月8号之前呢，我们要完成大扫除。特别在我们各个教室里边，我们都有柜子。我看到我们的每一个小组，你们真是可爱，你们里面藏了碗盘呐，哈，然后很多的饼干，哇，真的，我觉得你们很富足哎，哈。很棒，那但是呢，1年里面我们稍微要整理一下哈，若不然呢，会堆积出来哈，所以我们确实的来整理，所以呢，把里面的空间全部通通腾空，包括你的袜子、鞋子全部都要拿掉，好，在鞋柜上的一样都要拿走哈，若不然我们就会丢弃哦，因为我们不存留什么样的东西，让我们有一次都完全的清空。然后之后我们再过一个新的1年哈，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如果这个时间你的东西还留着，我们已经把你清理掉了，那就跟你说抱歉了哈。好，所以这个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好，那我们自己的房子要不要清洁？我们的家也要清洁哈，大扫除这个都要。青少年要不要跟爸爸妈妈一起大扫除？要好，至少家里面的马桶是你包的哦，青少年。好，再来我们的空调的修缮款呢，现在已经来到了266万。那我们预计可能在过年后，3月我们就要开始动工哈，所以大家继续来为这个事情来关心，我们也期待我们的目标呢能够来尽快来达到。我相信神感动我们的心，神也会为我们预备。好，接着。好，那牧师呢，在2月份要到中港教会协助他们的主日讲道，因为中港教会已经1年多没有牧者，没有牧师哈，所以现在我们的中会就派牧师，因为牧师现在是副议长，所以呢，我就得要去协助他们，所以刚刚牧师过去带他们主日的敬拜，然后牧师讲到，还有牧师还要帮他们圣歌队司琴。是，所以呢，中会派牧师，然后还有一位是平林教会的长老。那个长老从新店走路走到中港，他好厉害哦，那个长老哈，他说这样可以运动。前几天呢，我们教会开会，他也要来开会，他也用走路的来，大家可以学这种方式哈。所以呢，2月份每一个礼拜天呢，潘牧师就过去协助他们讲道。那我们呢也派我们的尤国斌长老，所以现在的中港教会是由我们永光教会的团队来协助他们哈。所以要不要为牧师祷告？要为牧师祷告。我今天去呢，我就给他们多带1个人。我们的利安也到了。利安从他家走到那里大概6分钟就到了。所以利安到的时候呢，他就跟牧师说：“牧师，你需要我跟你一起服侍吗？”他的服侍最棒的是什么？演戏。所以我讲到的时候就开始2个演戏了。所以呢，利安呢也起来做见证哈，然后让那些的弟兄姐妹他们觉得哦，原来讲台是可以这么的
活泼啊。结束的时候呢，牧师又带了礼物给他们。听说他们礼拜完了，大家就不见了。那今天呢，我就跟他们讲说，结束的时候我会送你们礼物哦，有没有留下来？每一个都留下来。送他们什么礼物？那个静电贴，有没有？上次我们有拿到。对啊，所以我就跟那个小玉啊，跟豆豆他们，跟正平他们求助啊，他们就给我，所以我今天就带去一个人1张，他们就觉得很有过年的气氛。好，所以这个在牧会里边就是这样。所以呢，下个礼拜牧师也要过去，就是2月份每一个礼拜都牧师会过去。那他们是10点礼拜啊，我就跟他们讨论说，可不可以让牧师呢去到中港之后还可以回来永光，也可以参加接第2场礼拜。他们说好，那这样的礼拜他们就改9点。每个礼拜都改9点哈，那9点礼拜完10点多牧师赶回来，还可以赶第2场的礼拜哈。好，所以呢感谢主哈，那也持续为牧师祷告，因为也要花很多的心力，包括他们要探访啦，还有什么样，牧师也都去协助他们哈。好，如果有一天牧师说，请你来协助牧师，好，然后你愿不愿意跟牧师一起去啊？也好，是不要牧师台上讲到，还要再去司琴。我们教会有很多司琴的哈，有一天牧师就请你跟我去哦。好，然后我们2月15号就靠近过年了。那2月15是礼拜天，依然是2场的礼拜。那隔了2天就是我们的新春，新春是礼拜2，所以呢，我们新春的第1天，大家都要攜家带眷回到永光，年初年首都要来敬拜神，阿们吗？如果你要出去玩，我们早上9点礼拜10点就结束了，而且呢还会有发红包哦。是，所以我们呢就大家一起带回来啊，然后永光大家看看我们的弟兄姐妹哈，是，所以小组也要约好，如果没有下去南部的哈，不要在家里睡太久，然后忘了来礼拜。好啊，新春的礼拜上午9点。好，接着好，那这个是妇女事工部，来接着。好，那舞团呢开始寒假有集训哦，所以舞团的团员呢看这个时间表，然后我们按照这个时间跟我们现在新任的团长心怡来报名。好，接着为同行呢他1岁6个月，是一个小小的朋友哈。那因为那个发烧，所以住院，所以我们也为这个小朋友来祷告。他们是爸爸妈妈从上个月刚转期来到我们永光教会，好，然后为这个小孩现在在双和医院住院哈。好，然后素贞还有菊英、赵聪兄还有素凤姐，为这些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在晨祷的时候都为他们提名祷告。所以晨祷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祷告的一个充电的地方哈。好，接着，好，那我们介绍一下，是彩虹所介绍的德熙弟兄跟秀春姐妹，上个礼拜就来了，对不对？来，在哪里呢？可以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德熙兄跟秀春姐妹。哇，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感谢主。上个礼拜你们来的时候，刚好我们是街头布道，对不对？对，但是我们充满了喜乐，欢迎你们，上帝大大的祝福在他们的身上哈。你们来到这里，永光教会会成为你们属灵的家，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哈，也是一个祝福的地方。上帝祝福你们2位，我们一致的欢迎。我们欢迎2位，好，请坐。接下来介绍的是美君跟严胜弟兄，有在这里。好 ，OK， 好，上帝也大大祝福2位哈。好，然后敏珠姐所介绍的国荣跟金顺，好，国荣我们很熟了嘛，是不是？好，然后是金顺是好呀，欢迎你是每个礼拜都可以来到这里礼拜哈，是好，所以是金顺哈，金顺是韩国人吗？哦，是朴金顺哈，金顺，哇！上帝大大祝福我们的金顺，好，朴金顺，好，感谢主。好，接下来是好介绍，也是敏珠姐、光凤姐妹还有伟娟姐妹。
好，在哪里？哦，也在这里。好，哇，伟娟的妈妈是光凤，对不对？感谢主哈，欢迎你们。所以你们跟敏珠姐是什么样的朋友关系吗？敏珠姐，这是你的韩国家人吗？是吗？哦 ，OK， 好，那之前教会那也是我们教会哈，上帝大大祝福你们，欢迎你们，灵性兴盛，身体健康哦哈，感谢主。好，再来秀菊所介绍的江修，江修在哪里？江修，好，江修，请你起立哦，让我们认识一下。好，很高兴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江修弟兄哈。上帝要大大赐福你，让你前面的道路充满了果实的机会。感谢主，欢迎你每个礼拜都来到永光，请坐，请坐。好，所有的弟兄姐妹还有吗？好，感谢主哈。我们玉美呢，他们是这一个月的迎宾。他说：“牧师，我们每一个月都果实累累，他们接待的好兴奋，好快乐啊！感谢主啊，他们接待的很棒。那请我们刚刚介绍的新朋友旁边的同工呢，都带着他们。我们有礼物要来送给你们哈。那你们可以站起来，拿着你们的包包，然后跟着我们同工玉梅，好，跟着我们同工，好，他们要来送给你们礼物。好，那我们下个礼拜10点礼拜，对不对？好，那这个时候我们请起立。”把你的好心情分享出去。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繁华有能力。耶稣爱你哦，耶稣爱你，爱你，让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耶稣爱你。你的左右旁边的一定要看到你大大的爱。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喜乐，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我们依然站立，请主任牧师祝福祷告。但愿慈悲的上帝，他扶持你们的脚步，每一天都经历圣灵的同在，让他光照你们，活出喜乐跟美好。也愿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你家每一个人，都归向他，充满主的荣耀，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大家平安，平安。上帝赐福我们，下个礼拜10点见，大家请坐。上帝祝福我们，也祝福在直播上的弟兄姐妹们，祝福你们的家庭，祝福你们的健康。
stand up. Amen. And in the name of Jesus, not in our own strength,